为着抢这时间，即马坐高铁的人是愈来愈侪啊！今年有可能会超过8,000万人次。啊，那高铁董事长苏电呢，伊才提出一项措施，就是为着要来避免自由座的客票去占着对号座车厢的走道。啊，那新制明年会开始规划。就算平常日早起，毋是通勤时间坐高铁的旅客也是真侪。今年上半年，高铁愈运愈人次，已经超过3984万多。尖峰时段自由座车厢真客，甚至一直到对号座车厢走道，影响坐车品质。高铁董事长苏德透露，上近明年实施超尖峰时刻指定车次自由座措施，特定时段也指定车次才有自由座就处调控票数。我是蛮支持他们在这种量的控制上啊，安全控制上，还是应该要多留意。可是很多人应该就会死在自己车，或者是他们就会直接塞在车厢里面。对啊，那我觉得差异就没有很大。苏德讲，高铁运量已经到极限，未来会引进的12组新世代列车，第一组2027年下半年上线，2028年底12组才会全数上线。新车上路进前旅客量一直增加，营运特别到下90月有4个年假，高铁规划达到18日纾困期间，推出215万张优惠早鸟票，头一摆会上加拍到5折。这些分流的策略怎么样去有效的去把这个尖峰的那个情况去稍微拉得比较平缓一点，可能是一个机会，但是它能够发挥的这个效果一定有它的限制。另外，为着维护车厢宁静，高铁也有计修改旅客观赏客约和基本新改善做法，实施宁静车厢措施。未来乘客接听电话，爱刷起列车玄关，若顾客未听，相当会当依照旅客观赏客约、解读客约记载。新制有过9月2日起上路。公司新闻采访报道。